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搁在一届在这个圣殿当中，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这时，请大家安静心，有备好家己，做伙来听候伊，亲近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快乐，也是阮的盾牌。阮的心倚靠你，就得到帮助。主啊！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不是靠阮家己，是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三甲做这伫遮。阮的心充满欢喜快乐，因为你是保守甲看顾无止线的主。无论阮生命当中拄着什么款的挑战，你总是稳当阮的倚靠，互阮心中有平安。将是阮全心全意，要将颂赞献上予你。愿阮所唱的诗歌，所献上的敬拜，毋是单单归荣耀予你，总是愿将一切的恶乐敬拜，拢献伫你面前。主啊，阮信心现在就自由运行伫遮，甲阮三甲伫地。求你赏赐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粒靠无心来亲近你，甲你三个人，愿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甲你三个人，伫个诗歌中会当得到快乐，伫个祈祷中领受新的愿望。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土地，我信心祈祷，我主的情义，哪能全地偏笑？为一个城市，我强比憔悴，我主的我命，领到这的百姓。愿全命若捌天命，愿你顾甘怜，愿所向甲理想，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命若捌天命，愿你顾甘怜，愿这是咱做伙来祈祷。首先，咱来为着家己的罪来认罪悔改，求主的光来光照阮，洁净阮。嘛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求主来怜悯赦免。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爱，我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信心光照阮的心，阮为着家己所犯的罪过，向你认罪悔改，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阮，赦免阮的罪过。主啊，阮也为着阮所徛起的这块土地，向你呼求。这块土地多来违背你的旨意甲罪恶，求你施阮怜悯甲赦免，亲自医治阮所徛起的这个所在，这块土地，赏赐阮平安，嘛赏赐平安予所有你所爱的百姓。阿爸爸啊，求你重新赏赐阮较无你的心，引带阮来亲近你，顺服你，求信心除去阮心中的障碍，互阮对你的声音更加灵敏，
会当时时的听到你的声对阮讲，阮嘛将今仔日会嘛去将阮日常生活中真实会当活出你的信仰来祈祷，互阮的生命拢是常常伫敬拜你的生命，荣耀你的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所以来为着咱所有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为着教会集体，咱献上祈祷。为着家庭，有每一个人的家庭有听、有合一心，工作有智慧、有能力，会当带出好的见证。为着个经济需要的人，甲阮所需要的人际关系献上祈祷。求主供应阮带领好的教会集体，我嘛为着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医治，求主扶持，嘛为着失丧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信心亲自刺激因的目屎，安慰因，扶持因，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我多的主啊，你是我的主，耶稣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每一个家庭、甲集体，你祈求，求你将听、甲合意赏赐予阮每一个人的家庭，除去一切毋是对你遐来的，互家庭充满你的平安。主啊，求你赐予阮伫工作中有智慧甲能力，应付所有的困难甲挑战，赐予阮服务甲爱心，为当咱伫人的面头前，拢会当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你看顾每一个人的经济的需要，照你的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供应。互阮无欠缺，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接下来，咱为着新的学期，为着所有的学生开学的生活甲学习、人际甲出入拢有平安，咱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48儿童来这个学期，这个甲教会，求主有备这囡仔甲因的家庭，互因会当来到主你的圣殿中，嘛做伙来敬拜主。嘛赐予撒旦工有智慧、耐心甲爱心，搁较听这囡仔，互这囡仔搁来明白耶稣你。嘛为着9月份会宣教会。9月份宣教会，逐项事工幸福小组献上祈祷，求信心会当感动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这个福音事工，邀请所有的未信者，有被所有的慕道友的心来做伙来亲近主，咱做伙来压头，做伙来开嘴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我叫你，主啊，新的学期开始，愿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的学生，你祈求，求你保守所有的学生的生活甲学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新的学期开始，愿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的学生，你祈求。求你保守所有的学生的生活甲学习，赐予因智慧、出入有你的平安同在，也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主啊，我嘛为着48个小的儿童甲家长你呼求，求你开因的心，因带囡仔拢会当进入到教会，也赐予撒旦工有智慧、甲耐心、甲爱心。
互囡仔真实会当明白耶稣你。阿爸爸啊，伫个教会宣教会，我嘛恳求你祝福教会所有的幸福小组、福音事工，求信心感动兄弟姊妹主动来关心未信者，预备无道友朋友的心，互更较侪人来经历你的救恩。祈祷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门。那么为着台湾、中国甲尼泊尔来守望祈祷，为着最近的爆炸甲水灾，互受灾的百姓会当平安，嘛求主安慰受伤甲失去家园甲亲人的家庭，嘛保守救灾人员的平安。那么做伙为着中国甲尼泊尔的土石流的灾害献上祈祷，求主怜悯，求主保守，求主来供应灾民所有一切、所有需要，互附近的教会甲救灾的团体会当快快来到迄个所在来救赎所有的人。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求你来。主啊，阮为着台湾、中国甲尼泊尔的灾情，阮向你呼求，求你怜悯、看顾。帮赞，求你亲自安慰失去家园、甲亲人的人，伊伫受伤的人，也保守所有救灾人员有平安、甲体力。阿爸爸啊，求你怜悯中国甲尼泊尔土石流的灾区，保守救灾当地教会会当加力，甲救援的团队会当快快来加入这个救灾活动。主啊，求你帮赞苦难中的人，帮助因快快将因的家园过来起做起来。主啊，阮感谢你，阿鲁你，阮恳求你供应一切，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最后，咱将教会所有领袖甲同工，咱献上祈祷，为着牧者、中职、区长、小组长、团队首长、干事同工来祈祷，求主赐下智慧、健康、合一的心，伫因的心上，为互因的后世有力量。嘛，为着今仔日主日礼拜、2场的礼拜，所有的定事敬拜。大项的服侍团队献上祈祷，为着詹牧师今仔日2场的讲道献上祈祷，嘛求主预备非常的心，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主更较亲密的结连，听着主你对阮讲话，生命得到更新。咱做伙来祈祷，咱开嘴大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的生命主席。亲爱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教会领袖甲同工向你祈求，求你保守牧者、中职、区长、小组长、团队首长甲干事同工，赐予伊勇壮的身体、属天的智慧甲合一的心，互因的后世有快乐，成做教会美好的祝福。主啊，阮也为着今仔日2场的主日礼拜向你呼求。
求你掌管伫每一个场次敬拜，甲好在团队当中。求圣神大人告我詹牧师，互伊所传讲的话语有信心的能力甲智慧，也求主亲自有为每一位兄姐的心，开阮属你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话语，心灵得到安慰，生命得到更新甲改变。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我信心祈祷，我主的真理，哪更全地显照？为一个消息，我甜蜜憔悴。我主的我命，领到这的百姓。全力阿爸天父，愿你高高的，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阿爸天父，愿你高高的，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愿全力阿爸天父，愿你高高的，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阿爸天父，愿你高高的。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这是邀请会众，咱做伙起立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三个主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咱若主持伫你宝座前敬拜。心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快乐，引带阮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无路，逆境无路，你安排。心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无路，顺境无路，逆境无路，逆境无路，你安排阮。
心事到遐会开来，你做阮行星星的山路。我的心啊，你就欢喜来出声，做回学落咱的耶和华。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学落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心学落伊。你的一切拢要敬敬伊的智慧大发现，咱带着学落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学落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心学落伊。你的一切拢要敬敬伊的智慧大发现，咱带着学落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你体为爱来感谢。
心被上帝贴天顶。心被上帝贴天顶，我的有着出明明，因为耶稣上改变，我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主做阮行去所在，无甲兴旺甲衰微，天地天地成一理，世界荣华甲富贵，哪准草木将是水。上帝做万民疲惫，永远不变到万世。求主收拾阮的心，已经相信我灵灵，阮的一切归你主。这最圣洁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我爱着你心愿。阿门。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献上阮的学乐，献上阮对你一切的敬拜，因为你牵得一切的尊荣，牵得一切的荣耀，牵得阮一切对你所献上的一切。主啊，求你帮助阮，伫今早起时，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圣殿，就是要和你有真实亲密关系的建立。主啊，互阮不只是人来到伫这个所在，也互阮的心来到伫这个所在，互阮用真实、用诚实来和你相拄。主啊，帮助阮，互阮的心甲你会当来相连，互阮搁一摆领受到你属天的恩典，领受到你属天的祝福，也搁一摆看见到主你的阳光显现伫阮今仔日的礼拜，也显现伫阮每一样的生命内面，互阮有你的光照。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激励，得到改变，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组织，也主愿你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时刻，互阮通来看见主你伫今仔日要行新的代志伫这个所在。求主来祝福早起时的礼拜，也恳求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引带带领，透过你圣神的感动，也互阮伫你的话语内面，伫你透过你的话，也搁一摆，互阮看见到主你对阮的启示，对阮每一样的心的鼓励，心的快乐。求主你亲自引带，亲自帮助，也将今仔早起时的礼拜，全然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我要同齐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启应文，由我来启，会众来用。至愿上主的神临到我，是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
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宣布上主温太人的年，安慰所有悲伤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实事，互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今仔日会当聚集伫你的面前，做伙敬拜阿罗你。求你赦免阮的软弱甲不足，用圣神充满阮，互阮有一粒听你、听人、服侍你的心，互阮的性命重新得到复兴。主啊，为阮台湾来祈祷，求你保守台湾平安稳定，赏赐智慧，予国家的领导者甲政府官员，予因有敬畏你的心，有公义，有智慧，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人民的平安甲福利。也求你保守阮的社会，虽然有无共款的意见，也会当互相尊重，彼此合作。主啊，阮也为着中东甲乌克兰的战事来祈祷，求你怜悯受苦的人民，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保守受惊惊吓的人。求你亲自来停止战争，互和平早日临到。阮也为着即几日尼泊尔甲中国的土石流来祈祷，求你怜悯受灾的人，保守这救援的工作会当顺利来进行。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感动各地伸出援手。主啊，阮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你将起初的疼放伫阮的心内，互阮不只是聚会伫教会，更加愿意用性命换出福音；不只是听见你的话，更加愿意去传福音，服侍人。求你兴起大道的勇士，甲福音的工人。保守阮的牧者、中职以及所有的同工，互阮同心合意，彼此相挺，做伙为着你的国向前行。主啊，即摆是农历的7月，由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勇敢向世间人来传播福音，互更较侪人透过阮的性命，熟悉耶稣基督，离开迷信甲惊吓，得到真正的平安。暑假也特别结束，求你保守教会当中的少年人、囡仔以及所有的学生平安倒转去学校，赐因智慧、勇敢甲好的朋友，特别是第一届离开家庭到外地读册的囡仔，求主你亲自甲因同行。主啊，求你复兴阮的心、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也复兴台湾。阮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专心倚靠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节。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5节。咱做伙来读，因专心领受圣道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擘饼祈祷，使徒行真侪奇事神业，引起众人敬畏的心。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米公家用，搁袂加产财米，
照大人的需要，分予大家。献诗，咱请圣歌队因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何等奇妙耶稣圣名。献诗煞请牧师来讲道。请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搁一届组织伫教会，咱来敬拜咱的上帝，也搁一届要来
透过上帝话语来诚做是咱每一人生命的帮赞。也感谢主，咱知伫最近台湾这几礼拜拢一直落雨吼，特别是咱的南部遮，那么看见今仔日其实早起嘛是淡薄乌阴吼，但是感谢主，互咱今仔日拢真平安顺遂做伙伫遮来敬拜。但是咱嘛爱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咱嘛看见伫最近无论拄着风灾遮落雨，也是最近咱拄祈祷书会嘛有讲着。伫台湾是即个7月农历的7月时阵，足侪人心内拢有足侪惊吓。那么真正为着台湾即个土地，为着台湾遮的人民来祈祷，真正求上帝的平安、上帝的稳定、上帝的喜乐，真实临到伫即个所在。讲着落雨嘛，牧师嘛一个非常感谢的代志，就是顶礼拜牧师带遮青少年到伫七美吼，有。去遐服侍当地的遮个长辈，也服侍当地的教会。讲到顶礼拜讲一直在落雨吼，所以要转来的时阵，就这样咧甲我问讲，恁伫七美好无？恁伫七美敢有落足大的雨？恁伫七美坐船敢有法度转来吼？敢足烦恼的，讲阮敢若会困在那个七美回不来吼。但是感谢主，其实阮伫七美迄段时间吼，阁有出日头呢。嘛无落啥无落啥雨吼，大家拢想讲南部雨落遮大吼，足严重，佮淹水，阮七美遐该安怎？其实无吼。遐青少年伫七美嘛有真好的服侍，嘛有真好的学习，吼，也感谢主。随梦真正转来的时阵，我要为迄个马景要转到伫台湾布地吼，迄个坐迄个船真正是非常的刺激吼。每一个落船拢面拢青顺顺吼，但是。感谢主吼，互遮个青少年吼嘛真好，伫即个暑假要结束的时阵，有一个真好的体验吼，嘛有真好的学习。所以透过伫这段特别嘛感谢兄弟姊妹为遮个青少年来祈祷吼，为因来守望，互因伫这段的服侍处理嘛拢非常的平安吼。好，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之前，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咱来分享上帝话语。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虽梦看起来阁是一个天气无好的时阵，但是阮游玩平安来到伫即个所在，求主你保守，互阮每一人伫即个时刻，阮的内心嘛游玩有你的平安，互阮伫即个时阵，阮的内心嘛有平静，互阮通专心注心伫你的身上，伫你的话语，也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诚做是阮的教会，诚做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赞。求你伫即时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要和大家做伙分享的即个主题是彼此相连的教会。我想咱的教会拄仔经历50周年的即个庆典，其实感觉已经过足久啊，实际上嘛只是3礼拜进前的代志。想起来讲，哎呀，敢若过足久啊，敢若过足久啊。其实咱嘛拄仔经过3礼拜尔，咱做伙伫文化中心有一个真水、真好的一个感恩的音乐的礼拜。暗时嘛有一个参会，大家伫遐做伙组织，伫遐做伙欢喜看见教会的生日，嘛伫遐见证上帝的恩典。但是咱知教会袂只有停留伫50周年，也是停留伫某一个时刻。亲像咱伫今年50周年，咱的 slogan 一样，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代表讲咱毋是只有停咧，咱是继续跑走，继续往前。所以咱的教会嘛爱继续往前，继续往上帝为咱备办的迄个道路来迈进。所以今日要继续透过这段的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学习。咱的教会要安怎诚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伫这段经文的头前，咱看见有侪人因听见彼得的信息，所以因感动，因就愿意来接受洗礼。经文安尼记载，真侪人伊听见彼得的信息，然后因就洗礼，伫迄一日就增加3000的信徒。
伫迄一日就增加3000个信徒，加入着迄个初代的教会。咱会想一个问题：3000个人，因原本拢无熟悉，3000人原本拢无熟悉，但是因哪会有法度会当组织做伙？3000人，因可能拢毋知讲对方是啥。咱莫讲3000个人，伫咱富强教会，咱可能400外人到500人，咱可能就无法度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通熟悉，咱拢会当非常了解每一个人。但是当咱看即个经文，3000个人，因伫迄个初代教会，听到彼得所传讲耶稣的信息，然后因洗礼做伙组织伫遐的时阵，因拢无熟悉，但是是啥物款的困难，是啥物款的能力，互因通伫遐做伙组织。然后，互因通伫遐做伙分享、做伙生活。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我的性命和你的性命，因为耶稣来产生关系。若是遮个人3000人组织，只是讲遮有好康的物件，遮有好耍的物件，遮有对我是有有利的物件，所以我才来。若是安尼，这3000人一定足紧就散去，这3000人一定足紧，迄个关系就会无去。但是无共款的是，关键是因这3000个人，我的性命和你的性命，是因为有耶稣来产生一个无共款的关系。所以当彼得讲这个信息，彼得甲因分享耶稣基督安怎为因受苦钉死伫十字架，为因搁活就天，为着因所做的一切，这人感动。这人知因伫遮组织，毋是只有讲要诚做是一个组织，要诚做是一个社团。因知因为遮个人做伙，是因为有耶稣伫遮。特别伫中文的翻译的版本内面，也是伫咱拄仔所读的台语，其实嘛有读到，不断出现团契这个词，伫这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内面，不断出现团契这个词。当咱想到团契的时阵，咱拢会知，伫咱特别教会，咱富强教会要转型进前，咱有侪侪团契，咱有社青团契、夫妇团契、少年团契、少年团契，有无共款的团契，咱拢会想讲团契就是一群人组织做伙，可能有一寡活动做伙聚会、做伙分享、做伙祈祷、做伙啉食。但是伫圣经内面，这个团契，这个词，毋那是只有咱所想象，也是咱所认望讲做伙生活、做伙聚会，伊阁有较深的意思。伊是爱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承担，而且伊爱有个人性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咱看这几个经文，伊讲这3000个人虽然因为耶稣组织做伙，但是因的团契毋是讲因为耶稣所以咱伫遮做伙食，因为耶稣咱伫遮做伙佚佗，因为耶稣伫遮咱做伙伫遮享受尔。更较重要的是，因互相伫因彼此的性命，因互相参与，伫因彼此的性命内面，伊互相分享，伫因彼此的性命，因愿意去承担别人的性命的困难。伊愿意和别人的性命是有结连的，伊愿意去进入到别人的性命去祝福伊，去帮助伊。所以，今透过这段经文嘛，倒一代倒来到伫咱的教会，咱的教会，敢会使来透过这段经文，透过初代教会这款的模式，互咱做伙来思考，咱的教会诚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所以，第一要透过这段经文，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一个关键，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诚做彼此，会当诚做是一家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咱会当诚做是一家人，会当成为彼此的家人。第一开始的经文，咱所读的第2章40、20，伊讲因全心正的使徒来问伊，来请因教示因参加团契的生活，因做伙分享宴席，因做伙祈祷。咱看见团契的生活，咱看见因做伙伫耶稣基督内面的生活，搁较深的意思，就是因诚做是因彼此性命的一部分。团契的生活，也是咱看见因会当诚做是一家人，搁较深的意思，就是因诚做是性命的一部分。
当然，咱知伫咱的家庭内面，和咱有血缘关系，咱为什么会诚做是一个家庭？因为就是咱和某一个人有血缘的关系。当咱有血缘的关系，代表伫咱生命某一个部分，和伊是有关系。所以，当咱伫教会内面，当咱咧讲彼此相连的教会，虽然咱可能彼此拢无血缘的关系，咱毋是真正名义上讲这是一个家庭的人，但是伫教会的生活，当看见特别看见初代教会，伊搁较深的意思咧讲，因诚做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当阮即届到伫七米的时阵，牧师带阮到遮的青少年，因去无共款的遮的兄弟姊妹的厝内去探访，因分几啊组去探访，特别有一组有一组的青年，因去探访转来，因咧甲我分享，因讲迄个所在有一个妈妈，即马大概70外岁啊，但是当伊12岁、13岁的时阵，伊为台湾，互人骗到伫7米。伊迄时只有12岁、13岁的时阵，佮是一个查某囡仔，伊互人骗到伫7米。当然听到即个故事的时阵，阮即个带青少年有一寡的年纪就差不多吼，就14岁、15岁，因听着足着惊的吼，就是哇，哪会发生即款代志？但是。当这个妈妈在讲这个故事，伊讲伊到伫7米的时阵，其实伊逐工拢在哭，因为为台湾一个人嘛毋知发生啥物代志，伊就一个人嫁到伫7米，嫁到伫7米的时阵，迄个时阵伊的翁婿是一个30几岁的一个退伍的军人，伊就到伫即个所在，无任何伊所熟悉的一个青训的所在，所以伊逐工伫遐就只会当哭尔。迄个时阵，因厝嘛伫教会附近，所以住伫教会附近的人，因拢感觉奇怪，为虾米逐工暗时伫迄间厝内面拢有听到有人在哭的声？所以当时遐个教会含伊差不多同年纪的遮个青少年，因就拢走去偷看，就看奇怪，到底是谁伫遐哭？结果因就发现，哇，原来就是这个姊妹。所以当因发现的时阵，嘛了解为什么伊会到伫这个所在。当时的青少年就开始陪伴伊，带伊去佚佗，带伊去开讲，含伊做伙开讲，陪伊邀请伊去教会，参与伫伊的生活，参与伫伊的生命内面。直到伊慢慢伫迄个所在，伊开始了解，伊开始认同讲，哇，原来伫即个所在，虽然我一个人，但是有人愿意诚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伫即个所在，愿意有人会当承担伫我的生命。当然，伊即马已经年纪大，伊即马伊伫含青少年咧讲遮个故事，伊是带着笑容咧讲。其实因为时间已经过足久啊，但是会当想象，当时伊来到伫迄个所在，伊的心内一定是足艰苦。伊的心内一定是有真大的哀伤，但是就是因为当时有教会人安尼承接着伊的生命，就是有教会的遮个人愿意进入到伫伊的生命，诚做伊生命的一部分，互伊会当继续来往前。我想教会毋是每一项的背景、每一项的文化拢相共，所以咱诚做是一体，是每一项咱拢共属伫耶稣基督，所以咱诚做是一体。我想每一项的背景拢无共。大家成长的环境嘛拢无共，大家所认捌的文化嘛拢无共。咱绝对毋是因为安尼，咱才诚做是一体。若是安尼，咱可能就诚做只是一个社团，也是因为兴趣咱组织。咱伫遮组织是因为咱拢共属伫耶稣基督。所以来到伫教会，毋是讲我家己要拄着上帝就好，我只要将我家己顾好就好，我伫遮要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就好。更较重要，咱来到伫教会。咱来到伫即个信仰的群体，嘛是因为咱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会当来认捌彼此。咱会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真正是诚做一家人。所以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保罗先生嘛安尼讲，伊讲安尼恁毋是外人，嘛毋是人客，恁是含遮的使徒含圣徒是同一国的，是上帝厝内面的一份子。毋是搁分讲你是外人。你是人客，
敢若含即个所在无关系，是来到伫即个所在，你着诚做是上帝国即个家庭的一份子。第二，我要和大家做伙分享，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学习彼此来分享。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学习彼此来分享。拄到的经文，咱看第2章44节，伊讲全体的所有的信徒，因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物，因拢共家用。全体的信徒，因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物件，因拢共家用。当然，咱看到这段的经文，也是刷来咱看40、50的经文，伊讲因将所有的物件拢卖掉，大家分互大家。可能看到这段经文，你会想讲，哇，这敢是共产主义？哦，也是讲你看到这段经文，讲哇，若是发生伫咱的教会，咱可能就会去报警，也是甲媒体爆料吼，讲这间教会哪较奇怪吼，叫大家财产拢摕出来卖吼，啊来分互大家。你可能互当作是真奇怪的一个组织。但是咱了解，当时的发生，当时初代教会会安尼嘛，一个真大的历史的文化甲背景。当时当彼得伊咧讲福音的，伫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迄个5旬节圣神降临的时，有足侪对罗马帝国来到伫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有足侪犹太人，有足侪住伫罗马帝国世界遮的人，因转到伫耶路撒冷。但是当因听到彼得的信息，伊决定留落来。所以其实这3000人，毋若是原本伫耶路撒冷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嘛有一寡是为外地来的，就是因来这个耶路撒冷朝圣了后，听到彼得的信息，因感动，因嘛决定留落来。所以你想，因原本是来旅行的，就是结束因就要转去啊。但是因决定留落来的时阵，因会拄到一个问题，因无生活费。啊，因为远远来，伊嘛无亲人，嘛无朋友伫遮，所以因的生活会有困难。另外一部分原本伫罗马帝国内面，嘛有一寡较即个伫社会较基层的人，因为爱罗马政府爱甲因扣税，因原本的生活嘛较困难。所以咱才看到即个经文，为虾米因会当将因家己的物件，互大家做伙共家用，愿意将家己的物件卖掉。互需要的人，所以当咱无先了解这个背景，你就想讲哦，这教会真奇怪哦，初代教会真奇怪哦，叫大家财产拢摕出来后卖掉吼，啊来分的，安尼真奇怪。我就讲，若是照伫即马，咱可能会敲电话去检举吼，讲这间教会真奇怪。但是当安尼当看这个背景转来，咱就了解，原来因愿意含遮的信徒3000人做伙生活，因将物件做伙共家用。愿意将物件卖掉，互需要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缘故。所以，当你讲所有的物件互大家用，这毋是一个经济，也是拄仔讲这是一个共产的规范，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若是这3000个人，因拢只有接受，一直接受，一直接受，只有摕家己想要的，若无分享。安尼就会变做是一个消费性的群体，因为每人就想啊，这就是我的啊。我3000人，我听到遮好的信，啊，遮3000人较济，无一定爱我付出啊。别人有，我就为别人摕就好啊，我嘛无一定爱互人啊。若是因无这种生命的态度，因若只是永远只有接受，我要摕到的，我要得到我的，无分享出去。这个初代教会的群体，会真做是只有消费性的一个群体。同款嘛，转来伫咱的教会，转来伫咱这个信仰的群体，咱做伙伫遮生活，做伙伫遮组织，咱敢会当嘛会当回应这款生命的态度，彼此来分享。咱想为虾米初代教会有虾米因愿意来分享？毋是讲遮基督徒较善良，基督徒就是较好，一定爱将物件摕出来，基督徒拢爱做好人。是因为先领受迄个已经将伊家己互咱的耶稣基督。伫头前彼得伊遮的3000个人，遮侪人咧讲信息的时阵，就咧讲这个道理。耶稣基督伊放下伊家己，定死伫十字架为咱的性命所做的一切。为虾米愿意分享？为虾米咱愿意分享？是因为咱清楚、咱了解，毋是讲咱较好，也是讲咱要累积啥物好的这个。
好的代志，要互人得到别人的娱乐，是因为咱已经先领受着迄个已经互将伊家己互咱的迄个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分享，毋是讲啊，我有鸡，我有剩的，所以我互你。毋是讲啊，我这鸡出来的，我这有剩的，所以我来互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互我已经先领受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愿意回应，亲像耶稣的款式，我愿意互你。我愿意分享出去，毋是讲啊，这是我剩的，我无爱，也是讲这是我嫁出来，是因为我已经先领受到迄个耶稣基督，伊愿意放下伊的性命互我的，所以我愿意来分享出去。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经文嘛安尼讲，伊讲恁已经知影，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原本是富足的，却因为恁的缘故，互家己诚做是丧香。目的是因为伊的丧香要互恁诚做是富足的。耶稣基督伊原本伫迄个宝座顶面，原本伊是有尊贵荣光，但是因为咱的缘故，伊放下家己的性命，伊来到伫世间，诚做是人，为着咱行往十字架的道路，伊将伊家己的性命互咱。目的是，互咱的性命更较得到富足。所以，咱性命的富足，咱所拥有的，咱所得到的，毋是因为咱有偌高，咱所会当分享的嘛，毋是讲这是我存出来，我嫁出来，是因为咱已经先了解、先明白耶稣基督为咱做了啥物。最后一个，伫这段经文要和大家分享，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诚做是彼此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诚做是彼此的祝福。第2章45节，最后经文就讲，因将因的家产拢卖掉，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因将财产拢卖掉，照逐人的需要来分互大家。咱看见初代教会因所追求的一项代志，毋是讲每一个人拢爱摕了共款济。当咱看这个经文讲，伊拢卖掉啊，分互大家哦，大家做伙分享哦。但是实际上，咱来看初代教会因所追求的、因所做的，毋是讲每一项拢摕平济。因所做的是每一个真实的需要，拢会当互人看见；每一个真实的需要会当得到帮助。所以经文伊讲，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有人可能真正是无欠缺，有人真正是有需要的。初代教会有人看见，因所追求，毋是讲每一项拢爱得到，是将迄个真实的需要来帮助，互迄个真实的需要会当互人来看见。所以咱毋是只有讲一群坐伫教会内面的人，咱毋是只有坐伫教会的一群人尔。咱是会当做伙承担彼此性命的人，咱是会当一群会当承担彼此性命的人。上帝将咱放伫彼此的性命，互咱诚做是上帝家庭的一家人，毋是只有互咱得到疼、得到恩典、得到关心、得到祝福，嘛是互咱学习会当诚做是疼的出口。我想教会真正会成熟，教会会成长，一间会当彼此相连的教会，毋是讲拢无任何的欠缺，毋是讲拢无任何的需要。这间教会拢非常的好，内底每一项拢过了真好，每一项拢无问题。一间成熟的教会，咱会当彼此相连。重要的是，无任何人爱家己一个人去面对伊的需要，甲伊艰苦的代志。毋是讲教会拢无需要，毋是讲大家拢无任何的问题，是当一间会当彼此相连到，是看到一个人的需要，看到一个人有困难的时阵，咱会当承担伊的性命，咱会当帮助伫伊的困难，咱会当互相来祝福，互相来分享，诚做是彼此的祝福。当然，你会想，像经文讲，我卖掉我的财产，爱分享我的钱财。其实圣经在描述的，使徒行传在描述的，毋那是只有描述讲
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分享。咱敢愿意开一寡时间，分享咱的时间？咱敢愿意开咱的温书、咱的才能？咱敢愿意搁一个来思考，我有啥物是会当别人来分享？我有啥物代志？我有啥物物件会当做伙和别人来承担？来伫伊的生命内面，真做是伊的祝福。所以实际上，当这经文咱看伊，敢若认为讲啊，就是爱用钱财、爱奉献、爱金钱。其实认真思考，有真侪的部分，有真侪的方式，互咱真正会当真做是彼此的三连，会当真做是彼此承担的一个教会，真做是一个彼此承担的一个家庭。当阮即届到伫七米的时，这个青少年因上重要的一个服侍，就是因爱到伫社区的即个活动中心，因爱去服侍遮个长辈。对遮个青少年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因爱讲台语，而且平湖七米的台语。含咱伫台湾本岛讲的台语，佫无共款。我第一天去的时阵，我就听无啥有啊。像伫平湖市米，因咧讲要食鱼啊，伊毋是讲食鱼啊，伊讲要食鱼，所以我第一天我就想讲食鱼是啥物物件。所以第一对遮青少年来讲，因爱到伫中部遐服侍，因第一个困难就是因爱讲台语，因伫厝内可能嘛真少咧讲台语。第二项代志是对遮青少年来讲，因原伫咱的教会服侍，因拢服侍遮个囡仔参与主日学夏令营，所以要做儿童的服侍，因相对起来，因可能较轻松，因嘛知安怎做。但是要做长辈的服侍，哇，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困难的。因为过去伫青少伫即个儿童的服侍，因嘛有教材，因嘛有老师通互因带，但是到伫迄个所在无教材。嘛无老师教因带，所以所有的这个活动，要跳舞、要唱歌、要做这个手工的，拢是因家己爱想。但是伫迄个过程，我看，这个青少年，我一开始我真烦恼，哦，除了烦恼讲因台语讲了袂练转，迄阿公阿嬷听无以外，第二个是因为因无做过这个代志，我真烦恼因敢会安尼讨论到一半，拢冤家起来吼，就是讲我要做这个，伊要做这个。但是最后我看见，这个青少年当因伫这个无做过、无非常新的挑战内面，因学习一项代志。当有人袂晓讲的时阵，边仔人就帮伊讲；当伊袂晓做无好的时阵，边仔人帮伊补起来；当迄个人伊可能动作袂记哩的时阵，边仔人就帮伊做。我看见这个青少年在学习一项代志，就是因在学习在承担彼此的性命。因无将任何一个人放落，因无将任何人的困难需要，然后因就边仔讲哈，你无准备好，也是讲你讲唔对啊。虽然甲阮讲唔对，拢是些阿公阿嬷，讲你这台语讲唔对啊。但是我看见这个青少年在学习，因在学习，因无互彼此一个人孤单在承担因生命的困难。最后真感动的一项代志是，我要为七米转来时，迄个早起。阮最后到伫一个活动中心的服侍结束了后，到伫阮要坐船，阮阁有一段的时间，互遮个青少年因家己去行的去佚佗，因为准备要登到伫台湾啊。但是最后有几个青少年，因走去到伫海边，因去海边创啥？因去海边遐祈祷。最后有几个青少年，伊走去海边跪咧伫遐祈祷。伊讲感谢上帝。互因伫迄几工有即款的机会，做伙分享，做伙服侍，做伙生活，做伙承担彼此的生命。我看见一个彼此三连的生命的态度，就伫因的内面在产生。我看见一个无共款，因过去拢无的即种的信仰的态度。来伫伊的心中来产生，
所以这搁一摆，互咱嘛做伙来学习，伫咱的教会内面，伫咱的群体内面，无论伫咱教会大的群体，也是伫咱参与的小组、参与的团契、参与的各项的事工，咱敢有嘛愿意去回应，亲像今咱所看的这段经文，咱互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真正是上帝的家庭。互咱每一人真正是上帝家庭内面的一家人，所以伫哥林多前书最后这段经文，伊讲，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若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做伙快乐。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就受苦；但是一个肢体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做伙欢喜快乐。愿上帝赐福咱的教会。可能教会继续迈进，毋若是只有停留50周年，继续迈进的时阵，咱继续彼此相连，咱继续伫主的内面，真做是上帝的家庭，做伙承担咱的使命，做伙分享咱的使命，做伙伫遮彼此祝福咱的使命。愿上帝赐福咱，咱做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要为着几项代志，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唱这条诗歌是咱非常熟的一条诗歌，圣诗第527首，咱拢真做一个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圣，因为耶稣你更明。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认识，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水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养主名，咱拢真做一家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办敬拜，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怜爱三款待，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通当相比，因为耶稣参苦参较平。咱做为了各样代志，咱做祈祷。第一个，咱特别为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继续带领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做伙来学习，成做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咱参与伫教会各项的聚会。小组、牧区、事工，愿拢做伙学习，来对着每一人的性命做伙分享，做伙承担，做伙祝福。愿主继续带领伫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教会。第二个，咱嘛为着伫后礼拜开始，遮国小、国中、高中的囡仔，遮青年，因要开始新的一个学期，求上帝特别带领，互因伫新的学期带着对上帝遐来属天的智慧，伫因的学校，伫因的老师、因的同学，伫因的所处的环境内面，会当来做美好的见证。第三个代志，咱嘛为着咱看见伫这个世界有发生侪的灾难，特别伫中国、伫尼泊尔遐有一个真严重的一个灾难。真正求上帝来怜悯，伫这个灾难的内面，
也求上帝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帮咱。最后一个，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的兄弟姊妹献上咱的祈祷，无论是伫周报所写，还是你所认捌遮的兄弟姊妹，还是你厝内的人，咱做伙开喙，咱为着遮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啊，带锻炼阮的教会，阮的教会真正是活出一个亲像初代教会这款的模式，这款的模范，就是会当来彼此来相连，来承担彼此的使命。互阮在遮的团契，毋是只有聚会，毋是只有斗阵尔，搁较重要是会当做伙分享彼此的使命，彼此承担使命，伫困难的时阵彼此扶持。伫快乐的时阵做伙分享，主要为着新学期遮囡仔要转来学校，求主来亲自来引带，保守来因互因得看顾，主要感谢你，是同在。请主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要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这个信仰的群体，互阮通真实学习，彼此相连。彼此分享，彼此祝福，彼此承担。主啊，互阮知，阮所做的一切，毋是因为家己有偌好，家己有偌善良，家己有偌高，是因为阮每一个人拢已经先领受着耶稣基督你美好的恩典，所以阮知，阮愿意分享，阮愿意献上，阮愿意来服侍。求主来帮助阮的教会，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唤起阮这款的心志，互阮这个教会真正是真做是上帝的大家庭，互阮每一个人伫这个内面会当享受兄弟姊妹彼此的相听，也享受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为着后礼拜开始，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遮学生、遮青年，因要转到伫学校，要开始新的学期来祈祷。求主亲自来引带，来保守因，互因转到伫学校的生活，伫课业，伫人际的关系，伫因生命的成长，伫各方面拢得到主你恩典的保守，祝福因头前的道路，伫刷来这个新的学期，主你来引带因，主你来帮助因，也赏赐因有对你遐来属天的智慧。互因的生命搁较成熟，互因的生命搁较来长大。主，我嘛为着伫这个世界，阮看见有侪的风灾、地动，遮的互阮看见真惊吓，但是嘛，互阮感觉真哀伤的代志来祈祷。特别阮看见伫这礼拜，伫中国、伫尼泊尔发生一个真严重的灾难。求主，你的怜悯。你的安慰临到伫每一个需要人的心中，愿主你的平安也临到伫迄个地区，互哀伤的，互失望的，因为有主你的同在，因为有主你的帮助，互因通经历慢慢行过这段无容易的时刻。我嘛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伫这时阵，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你知每一个人真实的需要是啥物？主啊，你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时刻。愿主你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愿主你照你的旨意来带领，互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伫因生命的道路顶，搁一摆来看见着主你的同在。看见着主你的带领，也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互阮伫每一个内面嘛同款看见着主你丰盛的同在，看见着主你丰盛的祝福。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准备来奉献，伫咱奉献的过程中，咱嘛要伫收奉献的过程。咱上次嘛要做伙来看一个影片，是咱教会这个3分钟的介绍的影片吼。因为咱伫这几礼拜，特别咱迄个时阵伫食饭的时阵吼，咱有看影片，但是可能咱无法度好好通看吼，好来欣赏。所以
咱即马要邀请咱的中职要来收奉献，但伫收奉的过程，咱嘛做伙来看这段3分钟教会的介绍的影片吼。咱就请中职，咱开始来收奉献。There is no mountain that stands tall as your faithfulness. There is no river that runs wide as your goodness. There is no mountain that stands tall as your faithfulness. And there's nothing else I'll ever need. All of my days your mercy follow me. There is nothing else I'll ever need. All of my days your mercy follow me. Father, you never delay in keeping a promise. There is no wonderful thing that you have withheld from us. Father, you never delay in keeping a promise. There is no wonderful thing that you have withheld from us. You've never been w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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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re is nothing else I'll ever need. Oh, and the years have left no trace upon your unfailing love. Oh, and the years have left no trace upon your unfailing love.请兄弟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安心的奉献，主我愿意，同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兄弟请坐。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显着咱做伙来读。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了的得到讨棒，我看见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上个恩惠的年。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这是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
主礼是应友人兄弟，司礼是韩启智执事。其他圣工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咱即时现到伫周报第3页，本周甲顶周各小组团契的消息聚会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咱先开着周报的第4页。第56期中保大岛的事项开始报名，报名到今仔日8月30截止。欢迎本期有新的同工加入。伫下主日9月6号，伫第2场礼拜的进前，伫教育中心大祈祷室来集合，来听取即个服侍的说明。第2项，本会定伫9月6日主日邀请旧鞋救命杨友仁兄弟来分享见证。以即个慈善的事工，本会定伫9月13号邀请刘进典牧师来主持文道培训的造就会。第4点，本会奖学金的申請到今仔日8月30日来截止，若符合資格的，請向辦公室來提報名單。幸福小組的消息，本會定伫9月6號開始推動第9期的幸福小組福音的茶會。7月5號到9月6號是小組同工的籌組進行 BEST 的邀請，進行訓練。9月7號到11月1號，幸福福音現場的8禮拜。11月開始到12月初，感恩節的福音茶會。有福音主日的名人的講座，邀請 BEST 來決志受洗。伫12月13號，主日有即個洗禮的聖禮典，請咱教會兄弟做伙來為着幸福小組福音茶會即個事工來代禱。這也是一個屬靈的情節，需要大家迫切來為這項代志祈禱。還佫有樂活共學營，有幾啊項，有即個鈎針編織，嘛有微光吉他吉他班，佫有木工的班，佫有一個真特別的就是增肌減脂佇運動，教咱安怎保持咱的肉，保持咱的體能啦。因為咱即擺年紀漸漸大若無運動即個肉會流失啊，所以教咱安怎保持咱身軀的肉，袂使互伊走去啊。嘛為着咱即個幸福小組已經有幾啊組有確定要推展啊，自然小組還佫有三營小組、啟動幸福小組佫有喜樂小組這4組已經有定要來進行幸福小組的活動。過來，咱看到即個文道培訓的事工，2026年手到心師道行團的超小活動已經開始報名，目前已經報名有30名。第2點，師道行團的台語的讀經班，毋是查經班是讀經班。伫9月17號開始到12月17號，每禮拜是早下9點30分到11點。伫2樓的會議室，學牧師甲接牧師會聯合來帶領。個第3項有書法班的講習，請咱家己來注意。第4項管弦樂團的團體課的消息，為9月份的第1禮拜開始上課，每禮拜的拜六下晡1點到2點，請咱家己來留意。第5點，哀傷陪伴甲離婚關懷的事工，請咱來做伙關心。
以及咱即个第7页、第8页、第8页有咱奉献的精神，若是有出入的所在，请咱向财务室来提出申请，也是讲要改你的项目。报告，牧师敢有要补充报告的部分？先生大家平安。咱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今仔日的聚会，咱做来欢迎这位新的朋友张清文，对，伫楼顶吗？好，这位，来，请你起立，咱甲你拍鼓啊，欢迎。伊是拢原本参加这个咱大树小组的线上聚会吼，伊是住伫美国，住好转到伫台湾吼，就想讲哇，拢伫线上参加富强教会聚会，我看资料安尼写。就讲转来台湾那个富强来参与吼，所以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各位来聚会，欢迎。好，最后有几个要含，搁一届甲大家提醒吼，就是咱中部大岛的报名到这礼拜结束，所以咱有意愿参与伫这个祈祷的时间内面，紧到伫下面来做填写，后礼拜要做一个车牌一个仪式然后后礼拜拄啊事会嘛，讲报告非常清楚，就是后礼拜拜六和拜日咱会特别邀请这位杨佑任弟兄来到咱的教会做分享吼进前校牧师嘛特别甲咱分享为虾米要邀请伊来到伫咱的教会做分享吼，所以拜六的暗时伊会分享吼，但是。邀请兄弟姊妹，你若有兴趣吼，那嘛做伙会当来邀请你的朋友来做伙来听伊的分享。礼拜日伊嘛会伫咱的主日2堂下礼拜来分享吼。特别咱嘛知拄啊事会嘛讲报告，咱的幸福小组，咱的这福音事工要开始咱嘛要邀请这个杨仁弟兄，伊嘛要分享伊无论伊伫国外的宣教，还是国内的宣教，嘛搁一摆唤起。咱对传福音咱对宣教的一个心志吼，所以鼓励大家邀请咱的厝内咱的厝内的人，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小组的同工咱做伙伫后礼拜六暗时一直到礼拜日的2堂礼拜，拢会当做伙来参加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分享所以搁然后是9月13号，咱嘛看见因为咱幸福小组开始进行特别邀请这个刘进展牧师要来到咱教会来主持一个门徒训练的造就会，特别伊嘛伫下晡要来分享这福音的策略来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伫传福音，无论伫幸福小组，还是各款的福音的事工，会当有新的思考吼，所以邀请大家嘛将后礼拜9月初六、初5、初六以及9月13号这几天这个时间，咱甲记落来。邀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特别是这幸福小组要进行咱看见事会嘛，讲报告非常详细吼。咱的幸福小组嘛开始有一个转型，无亲像一开始的模式，就是8周的方式。咱的这小组咱这同工因拢非常有这个无共款的思考吼，所以咱看见讲拄仔讲有这个手作的吼，讲有爱保持肉的吼，运动的吼，还有足侪无共款的，所以咱嘛邀请咱你有熟悉的吼，你熟悉的朋友嘛，邀请伊能做伙来参与吼，透过这个活动，嘛好未林仔信仰，未林仔教会的人有机会当加入伫教会，会当来林仔咱的信仰。好，最后要结束补充报告进前，牧师也要和大家做分享一个影片。什么影片呢？就是阮这礼拜青少年去七米，阮有一个回顾的影片吼，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来看卖这青少年因伫七米做了什么款的活塞，因伫遐的生活吼，所以咱做伙来看一个回顾的影片。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做你在我心里，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他的责任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7位。实习计划是都很顺利。对呀，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心仪的奇妙大问题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天慈爱，天赋保守。小石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爱的天降。摇啊摇回家，嘿，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爱的天降。请兄弟起立做伙来吟上营的诗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叫主恁带我脚步，若无愿甲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偏僻是正，让我答你遵守你改变，予我天晚中做更甜，对吹因带是要人，这是我人生变千万。咱做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灭倒来避讳。今早起第一堂的礼拜到这，请兄弟互相请安交谊。